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1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寡是大人当在讲，但是咱拢袂晓写的字。比如讲，国语讲的“生意兴隆”，伫咱闽南语，咱会使讲生意真好。但是老一辈的人会讲生意真家野，家野这两字安怎写？做囡仔的时阵看布袋戏，常常听到人讲心肝眉骨皮扑跳，皮扑这两字敢有影有字？运册字典内底敢有记录着？若会晓写皮扑，咱就会使来讨论心肝头皮扑菜，这字菜安怎写？伫第5集内底，我有写3比8，但是这3字有2字写毋对伊。今日咱要来做一个更正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讲生理家业这2字爱安怎写？先来讨论第一个字，这个字就爱写作家，相信各位拢无意见，因为这个字就是甲做生理、做买卖有关系。咱即马来看文献，集运运会内底讲，这个字基业册，基业甲，这字就读作甲，甲饲业，一月做买收业，行月商，厝月甲，伫外口走藏做买卖，号作商。若有店面呢，咧做生意的，就是号作甲。这字甲的下骹，这个部分是宝贝的贝，其实这字贝就是血的生写。这个血上好就是爱南北二路的血拢有，血若潮，看起来就琳琅满目，人客毋正会爱来，人客若来，生意才会好。继续来讲第2个字，这个字就应该写作安尼，正边是花，倒边是火。敢若看这个字的字形，就感觉火烧甲长旺。咱来看文献，这字读作野，集运讲火成魔，玉片讲火光魔，就是大拍火的意思啦。因为南北二路的火拢来伫遮，琳琅满目，店外是车水马龙，店内是人山人海，火愈烧愈大拍，就亲像国语讲的生意火红。所以咱后摆毋好干那会晓讲生意真好，咱嘛会使讲生意真家业，安尼是毋是搁较有水准？以前做囡仔的时阵看布袋戏，常常听到人讲心肝眉骨皮扑跳。眉骨这2字，伫古早医册内底常常看的。讲到中医，小张完全外行，毋敢黑白乱讲。咱来讲皮扑这2字，皮扑讲的应该就是心跳的声音。皮扑2字到底安怎写？咱先来看第1字，就爱写作安尼。咱来看文献，集运内底讲撇笔切撇笔撇，吉声译作扑，这字扑朴木切嘛是一个入声字，撇甲扑2字是同义连词，所以会使写做伙。皮扑就是写作安尼，心肝眉骨皮扑跳，就是安尼写。皮扑2字会晓写了后，咱继续来讨论心肝头皮扑菜。什么时阵会心肝头皮扑菜？一般来讲，拢是有做歹代志，心内惊吓、紧张，就会心肝头皮扑菜。若有水查某囡仔甲我讲话的时阵，我嘛会心肝头皮扑菜。这字菜有无共款的音，有人讲惨，有人讲菜，嘛有人讲喘。伫阮兜
阮拢讲彩。即字彩，就爱写作安尼。咱来看文献，从来册读作彩是形容词，酸野、大野、重野、不安静野，讲诶就是你诶心。若要做动词使用诶时阵，加一个动音，读作彩。心肝头皮肤彩，就是安尼写。刷落来，要来更正。伫第5集内底，我写3比8，其中即2字袂晓写。正确诶写法，就应该爱写作安尼。咱先来讲第3字，即字疤，倒边是骨头诶骨，正边是疤，疤是声符，重点就是在讲山甲参骨头都扑出来啊，就亲像即个字共款。即字读作食，说文讲散也，本做食，将肉诶食，进做食，即2字即马已经相通啊，但是用法嘛是有淡薄仔无共。咱等下会来做解说。即字食诶本意，就是在讲山甲皮包骨，参腰脊骨都扑出来，就亲像即只马共款。即只马诶腰脊骨嘛扑出来，无大紧，排仔骨搁看现现。散食就是安尼写，即只马散罔散也活掉咧。若要讲死诶，就用即2字将肉诶，差别就是伫遮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第2个字。即个字伫剧片内底诶意思，苦病也。伫说文解字内底无收即字，但是咱知影古早字就是写作安尼。即个字中和悲声不成熟也，意思就是讲有皮有壳，但是无肉。即马咱3字拢会晓写，3比8就是爱写作安尼。顶一集我有讲到我真突然汉信，但是因为时间无够，无讲原因，今仔日爱来讲互清楚。即件代志爱对小张的阿公开始讲起。阿公是民国前5年出世的人，伫迄个年代，伊读到小学毕业，算是知识分子。伫草屯街仔行路有风。我小学的时阵，阿公真爱甲我教算术，嘛真爱教我行棋。但是我若算术算袂出来，行棋行袂好势，拢会去互阮阿公牵头壳，所以我足惊阮阿公。若讲到行棋，阮阿公会使算是高手。会晓行棋的人，拢知影一个道理：马入中宫会安怎？无死也当伤，无毋对。有一摆，我甲阿公咧行棋，迄盘棋行甲真紧张，互相牵制，会使讲拢袂振袂动。我干那剩一只马会使振动。实在讲，迄个时阵，马若入中宫是水棋，会使讲是无办法内底的办法。但是我真惊阮阿公会生气，所以我无耍马，我全吐珠啊过河，现去互阮阿公牵头壳。伊讲袂晓变巧，汉信若像你安尼袂晓变巧，是要安怎带兵？是要安怎甲人相战？戆人！哦，迄摆去互阮阿公牵即个头壳，实在有够冤枉。虽然毋敢讲啥物话，但是伫我的心内，对汉信已经错干六交啊。除了行棋以外，阮阿公对算术嘛足重视的，常常会甲我考一寡中国古早的算术，算袂出来袂使食饭，安尼看有酷刑啊无？迄阵我才小学2年啊，细汉懵细汉，头脑袂歹，我拢有法度找着答案。虽然我毋知影原理是安怎，阿公常常甲我考的题目，包括鸡兔同笼，包括汉信点兵，你甲看，阁是汉信。另外一款的数学，就是咧求最小公倍数，大概也是安尼。有一丛树啊，12年
开一摆花，另外一丛树仔5年开一摆花，今年2丛树仔拢开花，爱阁过几年，2丛树仔才会阁再同齐开花。即款的算术有一个名称，但是我已经袂记哩啊。若知影的人，麻烦你甲我讲一声。因为有阿公的训练，我自细汉数学都足好诶，拢毋免读。话讲倒转来，韩信实在是苦无至极，无代无志去发明即个象棋，害我当当去互阿公牵头壳。无大紧，阁发明韩信点兵的算术，则是可恶。即个人我实在足杜烂的。来讲结论，即集讨论真侪字，拢是士大人当当讲的，但是咱拢袂晓写的字。比如讲第一，生理真好，后摆咱就会使讲生理真佳也。第二甲第三爱做伙讲，心肝眉骨皮扑跳，心肝头皮扑踩。即两句你拢会晓写。另外，咱阁有讲到3比8，就是爱写作安尼。这个字每一字拢有文献，拢有根据，做理甲用。第五，我嘛有解说是安怎我真杜烂韩信，嘛讲到阮阿公的代志。阮阿公即个人实在是一个怪人，伊食足重咸的，一工拢剥一包粉长寿的。因为拢是我去买的，但是伊活到102岁才往生去，足长岁寿的，实在真奇怪。好，今仔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